新闻头起先来看中国软体小红书牵涉台湾千外件诈骗，煞唔配合调查，所以台湾政府要甲封锁1年。有国民党的立委就质疑政府是针对中国，其他的社群平台诈骗是搁较济，那唔禁咧。安那内政部表示，别个平台拢有配合台湾的规定，敢若小红书无咧信道。 2013年，伫中国上海创立的 App 小红书，内容分享清查、伪装甲生活等等。毋那社群平台嘛结合电商的功能，伫台湾的用户有超过300万人。毋过经过国安局治安的检测，发现15项指标全部拢无合格，甚至从113年到今，涉入诈骗的案件已经有1706件，造成的财务损失要到2亿5千万台票。政府下令把小红书关起来1年，是引起讨论甲部分的民怨。 有一些诈骗案件没有办法配合政府的追查，另外也是还有一些资安的检测并没有合格。那我们尊重内政部的决策，也表达我们的支持。不过，国民党质疑讲，台湾去年哄骗500亿，过去30天通报疑似诈骗的信息总数超过7万多条。甲其他的社群平台来比，小红书恐惊连前3名都排袂到。质疑政府是掠细汉的放大尾，选择性执法。很多涉诈的严重性远高于小红书。 为什么诈骗网站不先下架？为什么钓鱼网站不先下架？为什么这些涉诈情况还严重的就没有问题呢？包含连 TikTok 这样的平台，在国内处理诈骗的时候都愿意配合，但小红书里面的诈骗呢，这样一直已读不回，然后在台湾也没有落地的状况之下，只好祭出这个限制接取这样的一个措施。刘延化讲，即马支持小红书，都是支持诈骗。 新北勇表示，目前的手段是照朝野共同修订的打诈专法来进行。佮讲小红书核心的问题都是袂当查，所以政府才会做出停止分析、限制接收的决定。这些呢都是在打诈42条的条例里面所规范的范围之内，我们是依法行政，从来不管台湾的法治。那这样子的话是视我们的打诈这个条例于无物，这样子的一个小红书，值得我们去支持它吗？当然不值得。 内政部长刘世峰强调讲，今年10月14都已经透过海基会函请小红书母公司提出具体改善的作为，不过并无得到任何的回应。强调台湾是法治的国家，敢会当以早期犯罪防治紧急事件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